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，手路菜要带大家做过来吃拍手的海产。高雄这个业者足拍手，嘛足阿萨里，小羹仔米粉甲规只小羹仔直接放入去米粉汤内底。这是我们隐藏版的超大小卷。烧烫烫的小羹仔米粉汤来咯，斟酌甲看，这大碗碗规个拢是小羹仔，安尼甲直接放上桌。第一眼看起来感觉怎么样？就很爽。这尾小羹仔甲量看卖，有20公分长，大碗阁碗圆的，还阁有这一碗。8、9、10。暗砍好料的，还阁有一碗哦。双倍小羹仔米粉汤一碗有10尾，阁加上2条沙白鱼浆，遮尔啊澎湃，100块就有够啊！少年头家唔但要互人客食到饱气，还阁要食到伊的创意。一般的面线不会有用小卷的，对，然后这边是有小卷的。足 Q 的，啊多点，半一半像海参嘛种样。面线羹无掺大肠，改用这个海味的小羹仔甲牛杂草。因为一般传统的话，不外乎就是大肠面线或是蚵仔米线，就有点无聊，所以我们就想说把它融合到传统的小吃里面。高雄杀小羹仔面线羹，也那台南有业者就杀这个小羹仔蚵仔意面。你好，你的小卷锅烧来的哦。蚵仔意面的顶悬小羹仔摆甲满，安尼坐甲无张地个会甲硬落去。不过这个状况对食食客来讲是拄好啊尔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